今集流量密碼案內所嘅主題係航空公司不會告訴你的事。喺睇完呢條片之後，你將會知道點解機票為海鮮價，點解航空公司會咁大力推出非人里數計劃，點解廉航可以做到咁平。你仲會知道民航機近100年嘅歷史。大家睇片之餘，記得 comment、like and share， 或者可以用 Superfans 支持一下。首先講翻歷史，人類史上第一架可以控制嘅飛機係喺1903年由萊特兄弟發明。呢一幕代表咗人類航空時代正式開始。喺未有載客飛機之前，如果想去旅行，可以用呢3種方式。短程嘅可以搭馬車或者係汽車，中程內陸可以搭火車，至於遠程去第二個國家就要搭遠洋輪船。船程冇10日都要1星期，所以喺載客飛機出現之前，如果想去另外一個國家旅行，絕對係一件奢侈嘅事。其實喺飛機發明頭嗰10幾20年，主要都係用嚟運送郵件或者接送少量嘅乘客。直到1930年代初，有2款載客飛機嘅出現，先至改變咗遊戲嘅玩法。呢2隻飛機就係1933年嘅波音247同埋1935年嘅杜格拉斯商業3型 DC-3。機身由以前木造嘅油霧飛機變成全金屬機身，引擎數量由單引擎 upgrade 到雙引擎，而最犀利嘅就係做到封閉式機艙。機艙嘅溫度唔會再好似雪櫃咁凍，相比初代嘅飛機，呢一代就舒服得多。而當中嘅 DC-3 一次就可以載30個乘客，飛一次就可以幫公司賺到好多嘅錢。喺1939年，美國超過90%嘅民航旅客都係乘搭 DC-3 飛機嘅航班。呢款機差唔多壟斷晒成個航空市場。有咗波音247同埋 DC-3之後，跨國航線先至真正開始。由紐約去洛杉磯10幾個鐘就到，由美國去歐洲都只係20零個鐘。2025年嘅今日睇翻，好似唔係好快，但喺80幾年前呢一個速度已經震懾咗20幾億人。當然時間同埋金錢都係等價交換嘅遊戲。當時一張美國飛歐洲嘅機票大概要500蚊美金，喺嗰個年代打工仔嘅幾個月人工，一般平民百姓根本負擔唔起。所以當時俾得起錢嘅主要都係啲達官貴人或者係有錢佬。而且當時搭飛機其實係一件好大嘅事，個個都會着到好似去飲咁，可以搭飛機四圍飛，已經變成咗身份嘅象徵。航空公司為咗建立更加獨特嘅品牌形象，同時又可以提升 VIP 嘅身份。1939年，美國航空喺紐約嘅拉瓜迪亞機場開咗全球第一間 lounge 貴賓室 Admirals Club。要係真正嘅貴賓先至俾入。喺 lounge 入邊，咖啡、酒水、三文治呢啲全部都係基本。不過最重要嘅就梗係令到啲貴賓入到去覺得高人一等。到咗現代，貴賓室已經成為咗大型航空公司重要嘅配套之一。講翻 DC-3 呢款客機，喺40年代二戰爆發期間，大量嘅 DC-3 要改裝成為美軍嘅運輸機，加入咗新引擎、雷達同埋導航。喺二戰打完之後， DC-3 又改裝翻做民航機，累積落嚟嘅軍用技術就通通搬上去民航機度用。所以民航技術就因為二戰突然間爆發式進步。隨住民航技術越嚟越成熟，各大大小小嘅航空公司都開發咗新嘅航線，同時又有一大批新嘅公司喺嗰陣時誕生。國泰航空就喺1946年成立，佢哋嘅第一部飛機 Betsy 就係 DC-3，而家仲擺喺科學館展出。喺冷戰時代，美蘇除咗出晒名嘅軍備競賽、太空競賽之外，其實航空競賽都十分之激烈。蘇聯喺1956年率先推出咗第一款成功嘅民航噴射機 Tu-104，而美國仔2年之後推出波音707，正式結束咗螺旋槳飛機時代，進入噴射機時代。由呢刻開始，飛機飛得更高、更快、更遠，安全性大大提升。其實除咗飛機嘅硬件有 upgrade 之外，軟件同樣有 upgrade。航空公司嘅頭等艙服務其實喺1952年已經登場，佢哋想令到乘客搭得更加舒服，順便賺更加多嘅錢。1952年，美國泛美航空喺紐約去倫敦嘅航線揀咗全球第一個頭等艙嘅服務，俾啲有錢嘅客人或者達官貴人可以喺3萬尺嘅高空上面都要享受酒店級嘅豪華體驗。而呢個新嘅概念一出就爆紅，順勢就帶咗一股潮流。呢個就係頭等艙嘅飛機位，張凳整到有咁舒服得咁舒服，座位分隔有咁闊得咁闊，提供足夠嘅私人空間俾乘客。餐飲就係 fine dine 級數，紅白酒任飲，仲可以吸煙。除咗喺飛機上面有靚靚空姐貼身照顧，仲可以優先登機，同埋有專屬嘅貴賓室。
坐一次頭等艙完全體現咗自己嘅身份地位。雖然頭等艙嘅座位睇落去唔係好多，但係機票價錢比經濟艙足足貴咗5至10倍，係航空公司其中一個最主要嘅賺錢來源。而除咗有錢佬，好多商人或者係中產階級其實都想 feel 下頭等艙嘅服務，不過始終覺得價錢太貴，唔捨得使。航空公司就睇中呢一點，喺頭等艙同埋經濟艙中間加推咗一個商務艙。1979年，澳洲航空推出商務艙，商務客俾多少少錢就可以升級體驗，結果大受歡迎。其他航空公司都照跟。到咗1980年代初，泛美英航呢啲大公司都開始搞商務艙，慢慢就變成咗航空公司嘅標準配備。而到咗1990年代中期，航空公司喺經濟艙同埋商務艙中間又強行加咗一個新嘅選擇 Premium Econ。而第一間推出呢個艙嘅就係長榮航空，喺1992年開始。講到呢度，今集流量密網絡所嘅主題航空公司不會告訴你的事正式開始。大家記得 CLS。 你哋有冇諗過點解搭火車、搭船、巴士都係固定收費，但係機票就係海鮮價呢？其實喺好耐之前，同一機艙嘅機票價錢都係大致差唔多，直到1978年，美國條叫做航空公司放寬管制法例之後，全美國甚至全世界售賣機票嘅玩法就徹底改變。當時美國政府見到機票價錢實在太貴，平民百姓根本就買唔起，佢哋想用市場嘅競爭去降低票價，令到多啲人可以搭得起飛機，順便刺激埋消費。到咗1978年，呢一招正式上場，政府通過咗航空放寬管制法例，放寬咗1938年開始嘅民用航空法。簡單講就係政府唔再理會航空公司點樣 set 機票嘅價錢同埋航線，總之就係要佢哋用市場嘅競爭去減價。呢一招一出，航空公司為咗爭生意，主動減低票價，機票就變成咗海鮮價。當時票價平均跌咗30%，據聞美國航空喺頭嗰幾年足足賺少咗70%。我覺得咁大間公司無非都係想賺大錢，如果無啦啦賺少咗咁多錢，仲同競爭對手賤賣機票，點解我都唔鋸佢啦。Fuck you all！ 啲機票平咗咁多，乘客梗係覺得爽啦，但航空公司就一啲都唔爽。結果美國航空總裁 Robert 就改良咗佢哋自己嘅 Sabre 電腦預訂系統，仲加入咗收益管理策略。This system enables the airlines to give rapid and accurate service to their customers on all travel arrangements. Complete information is literally at the fingertips of the sales agent. 簡單咁講，就系統會幫公司喺每班飛機上面賺到最多嘅錢。系統會分析機票嘅需求，然後自動安排座位同埋定價，目的就係想將每個座位都賣到最貴嘅價錢。資料話美國航空靠呢套系統喺1980年代每年都賺多幾億美金。喺呢單嘢揚咗之後，其他航空公司都即刻跟風。喺70年代尾80年代初，除咗票價變成咗全天候海鮮價之外，另一樣嘅發明都一直影響住今日嘅航空業，呢個就係飛行里數計劃。我哋一直以為航空公司最賺錢嘅應該就係賣機票，但其實真正嘅搖錢樹係賣里數。1979年，美國德州國際航空公司發明咗飛行里數計劃，表面嘅目的係想提升乘客嘅忠誠度，但實際上因為放寬管制法例，好多航空公司都賺少咗，好需要 cash flow。American's Advantage Program, just one more way we're giving you our best. 到咗1981年，美國航空推出咗 A Advantage 之後，全世界就興咗飛行里數計劃。航空公司將里數大量賣俾銀行，銀行就用嚟做迎新禮物或者碌卡獎賞。對於航空公司嚟講，呢啲里數根本就係零成本印出嚟嘅虛擬貨幣，因為里數即係系統入邊一堆數字。當有人用里數換機票嘅時候，航空公司要揀啲本身賣唔出或者需求唔高嘅機位去換，呢啲機位原本就係冇乜價值，所以基本上就係零成本。睇翻資料，每一里大約只係1美仙成本，賣俾銀行就可以賺2至3倍。相比之下，直接賣機票就複雜得多，要計燃油稅、人工、機場費、維修等等，溝埋唔係賺得好多。而更加重要嘅就係航空公司將大批嘅里數賣俾銀行，佢哋一次過收錢，即時增加咗 cash flow。所以由80年代到而家，賣里數一直係航空公司最穩陣、最賺錢嘅生意。不過喺航空業，賺錢嘅方法從來都唔止得一種。當呢邊靠賣里數賺大錢嘅時候，另一邊就有人諗到用超平嘅機票殺出血路。喺70年代，機票價錢依然好揦脷，一般平民百姓根本買唔起。1971年，史上第一間廉航誕生，佢就係美國西南航空。佢哋嘅玩法係咁，全間公司淨係用一款機種，
方便訓練機組人員同埋減低維修嘅成本。所有嘅客機都係為咗經濟艙，而且係 open seating， 即係唔使預先劃位。每班機嘅 turnaround 時間唔會多過30分鐘。再問下班乘客就即刻起飛，亦都唔會提供免費餐飲，或者只係提供簡單嘅食物，盡量減省時間。仲有嘅係西南航空會揀啲二線機場，因為呢啲機場乘客少，飛機又少，變相流程會快好多。到咗80-90年代，廉航呢種模式仲傳到去歐洲 ，Ryanair 同埋 EasyJet 呢啲陸續成立。佢哋唔單止模仿，仲要超越，將呢個遊戲玩到出神入化。佢將票價以外全部服務都分拆收費，機艙行李、揀機位、飛機餐，通通都要額外收錢。廉航載客量高，飛得又多，佢哋賺嘅錢分分鐘仲多過傳統嘅航空公司。廉航嘅出現完全改變咗航空業嘅遊戲規則，搞到唔少傳統嘅航空公司都要跟佢哋玩法，開始分拆服務收費。當大家都以為航空公司嘅成本分拆方法已經玩到極致嘅時候，喺2000年代，佢哋又再出多招。因為中東局勢混亂，全球油價急升，航空公司嘅成本高咗好多，佢哋索性整個名叫做燃油附加費，表面就話應付油價上升，但實際上就將成本轉嫁俾乘客。一來航空公司唔使包底，二來機票價錢睇落去冇貴到，而呢個燃油附加費長年都係喺灰色地帶，就算油價跌翻落正常價錢，航空公司都冇打算取消，反而當咗做 bonus。之前都講過，航空業賺錢嘅方法從來都唔止得一種，除咗賣里數、分拆服務收費、燃油附加費之外，仲有一招就係超賣。所謂超賣，其實就係航空公司會特登賣多個實際機位嘅飛。呢招最早喺60年代嘅美國同埋歐洲出現。經驗話俾航空公司知，總係會有啲乘客買咗飛之後會 low show。喺佢哋立場嚟講，呢啲 low show 人士嘅吉位就會浪費咗，少咗賺盡錢嘅機會。所以佢哋會用系統分析，喺某啲航班預計有人 low show 嘅情況之下，特登賣多啲飛嚟盡量填爆班機。咁如果有乘客唔好彩，因為超賣而上唔到飛機，咁又會點呢？佢哋會用餐券、酒店住宿或者係下一班機幫你免費 upgrade。對於佢哋嚟講，呢啲全部都係有限錢，計翻條數，航空公司點樣都唔會蝕錢。講咗咁耐，都係講航空公司點樣賺盡乘客嘅錢，咁有冇咩辦法可以賺翻佢轉頭呢？除咗機票 promotion 同埋博免費 upgrade 嘅機會之外，就要用最平嘅里數換到心水嘅機票。咁到底係乜嘢時候用里數換機票係最抵啊？以下3段時間嘅機會係比較高啲。第一係起飛前11至12個月，當你發覺機票開始賣嘅頭幾日，就要即刻上去搶，因為一開波，航空公司就會預留5至10% 嘅機位做里數兌換。不過如果喺旺季，機票會賣得好快，可以換嘅機位就相對減少。第二就係起飛前嘅2-3星期，呢個情況通常係淡季機票賣得唔好嘅時候，起飛前幾星期都仲有蟹貨，航空公司就會放啲機位出嚟填滿機艙。第三，起飛前幾日博 last minute 機票，有啲航空公司會喺呢幾日放啲賣唔出嘅機位做里數兌換，不過呢個機會率就相對細啲。我自己舊年都親身試過即日換機票去日本，就係當日下晝5點鐘換凌晨2點鐘嘅機票，2萬幾 miles 時候換到。大家有機會都可以試下以上嘅方法。最後問個冇獎問題，你哋知唔知道全球最長同埋最短嘅航班係會飛幾耐呢？俾幾秒你哋諗諗。最長嘅航班係新加坡航空 SQ23，由新加坡直飛紐約，全程差唔多19個小時。最短嘅航班係蘇格蘭境內，由 Westray 飛到去 Papa Westray，全程只係90秒。既然都飛咗上天，大家有冇興趣跟我上太空呢？有興趣嘅可以留個火箭 emoji 俾我，等我知道有幾多觀眾有興趣太空嘅題材。不如就600個 like 加600個火箭 emoji， 夠數就會開始準備。呢度係流量密碼按內鎖，如果大家中意呢個 channel 嘅片，記得 comment like and share， 或者都可以用 super fans 表示愛意。我哋下次見，拜拜。